嘛，有的时候有啥你咋不带？就上面挂边画画白是你，我上班去挂边韩国晒娃那么白鹅，在听我晒给你下了。莫挂头问我吃去，你这啥子挂不到嘛？什么嘛？我白去挂边，我啥的第一个说呢？我啥的就去说俺了，我嘛不多，一想嘛还你挂一旦俺们就讲我别白的嘛。我啥白去挂边韩国晒娃那么白鹅晒给你下了。你明年挂有呢？明年下就都有都咋大嘛对着有皮拉你什么没别去，有你什么？提花头嘞，马皮拉嘛挂边马瓦拉嘛挂边，乌啥的项目嘛挂，白嘛挂三八也嘛他个意思，别晒给你下了。有普须挂边马乌巴拉嘛，有30年马瓦巴拉嘛，有的乌啥嘞，面试个大了，面试他嘛模式呢，有都咋嘛挂，几瓦了，一瓦了，有。那苦巴嘛乌啥的有的几个大嘛，明显巴嘛几个大嘛不都有明显他妈的有呢？那苦瓜被晒汗哇是呢，你过去晒娃嘛呢？乌啥人气不多啊咯？那次你过节他呢有啊就是摸娃了摸，那次你过阿里睡觉了，从那不呢晒汗嘛，但是呢晒汗都我阿家过嘛的50年那苦瓜个大是呢。晒汗那么不个，明显过嘛在50年晒汗点嘛，俺娘叫了，你就明显带来50年晒汗里边白他娘，我嘛苦，我嘛不懂，我啥人气不都有的，明显接大个了晒汗完了，面嘛缺叶子，有没能几个大了，那不我姑嘛7拍2拍，嘛可嘛变叶子有5有你嘛有10片有我多久。我啥个我觉得他妈俺娘叫了，他妈的有普须瓜的五毛啊，有面试缺点但是呢，面试俺们5毛啊，7拍2拍可有7拍2拍，咋呢5年比把俺们5咋说嘛就5啥人气瓜的有哇，他妈他妈别个5啥的项目别娃子，有月呀嘛有平年项嘛。提花嘛皮拉嘛不多，项目别办嘛过晒他把叶子别一日你咋不带，一年晒给你下咯，有那做体有就体有俺们，一家拉他不项目别办娃子，一家拉他不俺们他面起来特别起来，不是呢嘛皮嘛家出来他个叶子，是一家拉俺们项目别办的他娘，40啊个是俺们。有8日提包了50年俺们有的一家了说的项目别办的呢，因俺们你嘛60年有的明年一家你想嘛你嘛做了我嘛不多，体有俺们项目别办嘛我是嘛他个意思，无啥的项目别办去过别底干嘛过俺们晒他把叶子别晒给你下了，他的无啥的项目别底干呢，有项目还你有一项目还你过，无啥的在30年6个啦我就家啦我别晒给你下了，那做体有俺们。他的项目别办他呢，一个别在有的项目还你去让俺们在一家来别办俺们也有的来老师呢有的一家了我嘛不多。有项目别办嘛，他妈娘嘛茶叶，项目别办是你茶油，别办是办肯娘嘛做，我啥的项目办是茶叶嘛做，那错的项目办是你茶叶嘛俺们嘛做，我嘛不多，体有俺们项目来过来，有的几个说，有的我觉得说，明年他妈我嘛说是3点4年，让我多我有3天具体的个说，我啥的俺们项目别有么那个别，他俺们办巴拉是，普就是你来。项目嘛，我可知道一年一句话他是你的，我啥的项目嘛，他的一句有呢，别办什么他个意思，项目讲过几点俺们，一大点俺们，咋点俺们，我说项目别办嘛，嘛那办娃子，项目别办嘛，我别弄得我啥在那嘛还你个明年就家嘛可有么子，别我啥办去我别女你我别晒个胡啦咯，喊那不我别那是呢，喊晒我皮啦子。